家记得没有问题吗？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时间也半个小时过去，可能接下来换那个同家家属发言。我就是很希望就是能完完全全给家属一个真相。那当然最希望就是亡者可以安息，伤者可以平安，那生者一定要坚强。对，因为活下来的人，他所要疗愈的那个路程是非常的漫长。这已经算第3次生，虽然你是第1次出来，可是为什么你刚刚讲的是你在第1次生，就是第一时间你不印象比较深刻，就不赶快出来？因为第一时间你最在乎，不是你最 care 的是家属。对，我觉得那时间道歉是非常的重要。对，了解。你会期望说，因为其实第一时间我没有拒绝夜间侦讯，对，我也没有拒绝羁押，我也不要律师，都不要。我为的就是尽快的还原真相。我甚至当场就说，请赶快公布录音档，请赶快公布所有的资料。可是录音档隔了4个半月。所以说，今天就算他不点的，他也不会有任何遭受到惩处压力。所以，如果是为了说不点，那这样列车时速提高很高。这点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因为尤先生他现在经过医生的评估是确实有创伤压力症候群的症状，那已经确诊，所以说还是希望他可以休养。那今天就由我们2位律师代为发言。此次普悠玛事件攸关全体人民的安全，甚至现在仍然有许多普悠玛列车正在行驶，你我的家人都有可能坐在上面。针对行政院调查小组第1次跟第2次报告的结果，有许多与我认知不同的地方。联合报新闻网流出的行调通联记录、调查报告中写的通联记录，以及我记忆中的通联过程，存在许多重要关键之处有所出入。我恳请当局公布完整且不间断的行调通联记录录音档，以及完整的事故访谈记录，供社会大众检视事发过程、通联状况与访谈的原貌。第4，我还有家庭要顾。不仅生怕错过子女的成长，也害怕父母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我不可能拿自己和旅客的生命开玩笑，我实在没有任何需要超速而甘冒如此风险的动机，因此我完全无法接受人为超速的认定。非常的希望可以公开所有的访谈内容，让社会大众来检视说当初调查小组问的问题以及他的回答是什么，这样子比较不会有没办法厘清的地方。APP 确实有关闭，那相关的问题跟疑点以及规定是希望留待司法程序去调查。所以说，今天就算他不点的，他也不会有任何遭受到惩处压力。所以，如果是为了说不点，那这样列车时速提高很高，这点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